位台南车头正对面，这栋地上14层、地下3层的国宾大楼，有徛家毛商店做生意，人员进出复杂。完工以后已经38栋，因为算是台南的门面，所以当政府有自主更新的补助案以后，就将该大楼列为优先对象。只是大楼有631户，要同意将外观整修，确实无简单。伫营建署、市府甲社区3方面的努力，总算为大楼打造全新的面貌。其中委托电各界贵宾马龙到场参与完工落成典礼。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下了火车或出了车站，在新竹车站、在台中车站、在其他的车站，看到车站前面，其实车站前面的市区是最老的市区，因为车站刚刚开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就开始建设但是问题是随着岁月的流转，慢慢市容的中心，市容的这个新的建筑物一直盖起来。那所以说原来的旧的建筑物，那尤其像我们国宾大楼这样复合式的大楼、综合的大楼，住户很多，业主很多，那每次要开区分区分所有权人管理会议的时候，都很不容易开成。为什么？因为太多人了，很多人都甚至在外地，所以说要整合大家的意见很困难。但是也感谢我们张主委还有我们都发局，还有许多我们在地议员跟里长的关心，能够让这个台南市的这个门面，这个进出的门面这个部分也都终于能够完成。会中都发局长表示，只要建物处龄20栋以上，有成立管委会公务大楼，而且同意参与自主更新计划社区住户超过80以上，拢符合申请条件。另外，规划费的补助对50万起跳，工程补助则是总工程费的4.5%作为上限。市府接到国宾大楼的成功个案，嘛呼吁民众只要楼厝有相关的需求，拢会当卡0627852339来咨询。台南新闻，阮志何乔邦采访报道。